好多人都有飲咖啡嘅習慣，咖啡本身有一個醒神開竅嘅功效。如果咖啡唔靚，又或者過量，容易令到我哋心跳加速同埋瞓唔着。咖啡係苦溫燥烈之品，而耗傷陰液，容易引致口乾、心煩，甚至乎失眠。飲咖啡最重要節制，要飲就飲熱嘅即磨咖啡，唔好飲3合1咖啡。而每一次大概係100ml左右，最好用植物奶代替牛奶，因為會更加容易消化，同埋盡量喺下晝3點前就好飲啦。飲咖啡最主要係提神，好多時係因為大家唔夠瞓。如果日日都係靠咖啡提神，變相其實調動咗我哋嘅上火，借用命門之力，咁樣就真係適得其反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